超级龙。报告，你大家到上去了。你大家到上去了。 看到你眼睛。到了。北京啊。超级机灵啊！我今日讲6分钟，我半钟去啊。 你看刚才这里头，我叫你过来，你看里头。来，走了，走对了，就好了，先摇这条行了。收过来，收过来，收过有那种贵啊，那个摆个，啊，要拜牛拜后两年，啊，都顶起来顶过来。上到这边，看家里啊，好标，抓回来。
你都叫我紧啊！哎，无做迄个，无做输啊，你做条，我用做条我
我帮他摆啊。